有請第一位劉介輝輝仔為我哋帶嚟古巨基嘅《上罪人》。劉介輝19歲，來自怡保，佢係一位學院生，擅長唱歌。本應打999可以求助，無奈你不是再次都傷害我，我到底竟慌什麼？為了分居只好請你來坐，誰料你竟挾持如渣當配錯，如像一巴掌摑我。資料、電腦、雜誌、舊信合照、護照上有一個電腦欠你這麼多，叫他幫手也太絕吧，讓我欣賞他怎羞辱我。我最多把軀殼暫時就當不屬我，麻木去受你最後衝擊一趟，怕什麼？我堅拒為情敵駁火，如內傷懂罪惡，不必去討。我最多把軀殼暫時就當不屬我，麻木去受你最後衝擊一趟，怕什麼？我堅拒為情敵駁火。Thank you。介輝，我好中意你嘅 tone 啊！我之前講過，你唱廣東歌係你嘅武器之一嚟噶，因為你咬字咬得好好啊！今次呢個演出冇令到我失望，繼續努力。Thank you，老師。恭喜晒啊，輝仔！嗱，我知道咧，你喺參加呢場比賽之前咧，喺自己嘅家鄉已經係贏咗一場比賽嘅，點解仲要嚟呢度參加咧？其實自己本身好希望做一個歌手，但係未做歌手之前，不如我哋嚟睇下評審咧係可以俾到你幾多分嘅咧？恭喜晒，係6.69分，所以我哋。